4種月月派息嘅產品。第一種恒生嘅高息 ETF，呢30隻嘅港股都係高息嘅港股。第二隻嘅基金係摩根大通嘅基金，由2020年開始上市，到咗而家。每一年嘅呢個平均息率係做到8.35厘㗎，綜合咗美股上面嘅標普500指數入邊大概100隻左右嘅佢哋所講低波動嘅股票，咁但係背後咧係期權嘅問題。第三種喺美國股票市場嘅一隻地產股。即係類似咧喺香港大家成日都會聽嘅領展一樣，呢一隻嘅股票咧由94年開始咧，其實而家平均每年咧嘅派息率咧係做到咧4點幾厘，因為你投資緊呢個美股市場，所以咧佢會收翻你呢個股息稅啦。最後 Global X 嘅 ETF 咧派息率咧係可以做到咧14厘，但係所謂嘅息率入邊呢個息字入邊包括期權金，跌市嘅時候咧其實係會繼續跌市嘅。